司法機構好似所有機構一樣，從來都有人會入職啦，有人會升職啦，有人會退休或者甚至乎提早退休。明白嘅呢方面咧，就係好正常嘅事情。由2023年到2025年咧，我哋實際喺各級嘅法院咧都委任咗24個法官咁多嘅。我想強調咧，我哋終審法院嘅司法工作咧，實際過去嘅案件數量咧，呢幾年咧好穩定嘅。咁我哋咧，即係實際咧，而家有6位海外嘅非常任法官，亦都有4位本地嘅非常任法官咧，再加埋我哋常任法官咧有3個，再加埋首席法官咧，我哋總共有14位法官嘅。我哋每一次咧開庭係需要5位法官嘅啫，人手方面咧係足夠嘅。有困難純粹咧個困難咧就係一啲地緣政治嘅原因，唔係啲法官唔肯嚟。大家最關心我哋中院嘅運作，咁呢個咧我可以同大家保證咧，呢方面係絕對冇問題㗎。